Hello， 姐姐。Hello， 仔仔。Hello， 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Thela，Thanita Sari， 仔仔。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21歲，仔仔。OK， 你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未結婚嘅 ，OK。咁你識照顧乜嘢啊？我照顧 BB， 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。都可以啊，係咪啊？可以，仔仔。OK， 你想喺香港做嘢幾多年啊4年多啲，仔仔。4年多啲 ，OK， 可以啊。咁你而家有冇男朋友啊？未有男朋友，未諗住結婚係咪啊？未嘅 ，OK， 好啊好啊 ，OK， 咁我 send 你個片俾老闆睇啦 ，OK， 唔該晒。多謝仔仔，多謝。